下個電視台把電檔演圖台戲《黃金窩囊》18時為播出，為了宣傳戲劇，和監察旁入期嘅推動鄉親嘅聽書，劇度了解人人到推動人關山軍紮節進行見面會。所以講電視有19啦，我係寫到羅倫大社，窮下長年來看面向風采。共同演嘅故事情節，老戲出圖人物精彩嘅演技。黃金窩囊嘅精華片段，幫到當人入落水嘅安布扎前來嘅鄉親都看到當日文。不過，向阿幫大家歡喜嘅係，戲出圖嘅男女主角古斌，這日文聊到總強有為認真，特別到關山撈當地鄉親見面，分享拍戲過程圖發生嘅小故事。向阿係幫大家非常嘅聽，那對聊出新戲入構圖嘅期待。我依期待啊，所以我會。下禮拜二我會固定來看日出，有個黃金稻爛哦。希望可以打響關山的那個知名度啊，然後讓台灣的更多人認識我們關山。不是說只有清水公園，還有就是關山的米真的很優良，還有空氣沒清透，水沒清透。下個電視台嘅演圖台戲《黃金窩囊》係出用日本戲台嘅關山地區做背景，講引導土地之間感情嘅戲出。因為對關山切菜拍戲，為了對播出真正長嘅話題，就對聽書拍戲嘅鄉親表示感謝。故所劇組人員亦聽到當地嘅熱戲，期盼嚟兩場見面會。之前睇做調查時間啊，買喺書度當地青島鄉親朋友嘅聽書，同人講青島有關於嘅無嘅個故事，故所一擺我哋非常嘅感謝關山地區嘅好朋友，讓我哋聽書也不稀。劇組人員表示。黃金窩囊新顯嘅對台視台變遷嘅成人物，肯係堅持種植和美嘅理想。故事內容唔單止對關山人來講有當年嘅情感，就希望觀眾到了正月18號開始，每日安布扎8點準時合家收看，共同認識關山美嘅故事。客家新聞衝進推動矛頭。